过5年，搁再举办的台南国际摄影节，这届是真无共款。要直接把作品搬出来，伫街头巷尾也是公共空间来展出。当中有超过350件摄影作品。主办单位要让大家看到大台南这几十年来所发展的人文甲故事。一张过一张珍贵的老相片伫壁顶做展示，是这艺术家用几啊当记录大台南的点点滴滴。无论是古早的生活记忆、百年的宗教仪式，也是消失的建筑物等作品，拢互看甲目睭袂腻。台南国际摄影节让5当搁再办，即个把作品搬出来到街头，主题嘛多元丰富，甚至有艺术家以改变做老母的定义来创作。这张相片嘛头盖对外公开，来参加的民众讲看甲真够开。多了一些城市不一样的面貌，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它这些照片有一些都是我们平常就会看到的画面。小孩在我肚子里面，我应该有权利说他是我创造出来的，我就把这样一步一步把它拍下来。我站在前面拍我的肚子，你们看到的签名是相反的，用不同的角度，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有自主性的母亲？推最高社文化园区一路延伸到南门路顶4大展区，拢总有36位无共世代艺术家，展出超过350件的精彩作品，互民众用相片探索市景的变迁。主办单位讲，这摆伊嘛特别精选摄影的册，通互大家有全新的体验，嘛借此对册内底看到摄影家的创作观点。咱伫美术馆内面看到的这个方式的体验是无共的，咱市民来到遮会当看展览，嘛是会当用册的方式来读这个图。消失的建筑物，消失的什么仪式、摄影，拢甲保留起来。过去已经可能看无啊。的物件，咱有一个想，咱来想讲应该安怎。展期到明年2月28，这个期间嘛是连续办导览甲讲座活动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主要用摄影来参达的做交陪，希望要互众人看到台南无共世代的风采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